另外，要来关心的是有议员的标出讲，这高雄大寮国小跑道的这个重建工程所画出来这个图，是因为无达到这暂控伫南城计划区的标准，所以这阵敢若会当暂时蹲伫学校，这是影响到学生囡仔的安全，而且这毋是个案，上无有5间学校拢碰到这款的状况。 因为跑道当咧改建，高雄大寮国小运动场自9月初动工开始，都用护栏扎起来。原地12月都爱完工的 PU 跑道，校长讲工程做10外工，就当着发生迷路偷盗废土的代志。市府严格管控废土处理，厂商挖起来土再无路，甲大野蹲伫咧边仔角。运动场袂当经，囡仔要上课，民众要运动，拢敢会当伫边仔找所在暂车渡过。原来预算这个土车出去可能4、5万块就当解决啦。 即马这个土车出去要60、70万啊，所以厂商伊会感觉讲哇，伊的利润拢无去啊，所以讲我感觉讲这原来有道理啊，但是嘛袂当讲工程的闲的拢无做。 因为政策改变，地区废土处理费用差14倍。议员讲这毋是个案，目前已将压的全高雄市都有5间学校因为废土再无路工程停打。议员强调，市府要管控废土，虽望开放南青计划区和公共工程的废土占坑，不过设定出1400立方公尺的标准才要收。学校工程拢干那100外方尔，市府爱想办法来斗3工。因为它没有这么大量的土方，那未来要怎么样的处理？我认为你可能要。 用一个公办的土资长或者是公办的地方，比照大平顶嘛。我会责成公务局跟教育局赶快协商，因为我们公务局在我们其他的这个土地上，还是有一些公有的土地，它可以先行暂置在那个地方。市府大建会先甲学校废土刷去公家土地占坑，和工程赶紧完成。目前大寮国小已经甲厂商协调，11月初先复工，按算囡仔休假时阵会完工。不离过学校原地12月校庆运动会，即阵嘛爱延到后学期去啊。记者柯家朱照用高永昌报道。